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习惯——泡茶。许多长辈相信，茶越浓越养生，能提神、降压、固肾，甚至有人把喝茶当成每天的保养仪式。可是，在我的门诊里，我一次又一次看见喝错方式的茶，正在悄悄干扰药效，拉高血压，加重肾脏负担。听起来吓人，但这不是危言耸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早上吃完降压药，顺手倒上一杯浓绿茶，一边看报一边啜饮，多自然，多享受。但医学上，这一杯茶里的咖啡因与茶多酚，可能正和药物拔河，不是削弱药效，就是让副作用放大。再加上茶本身利尿、钠钾流失、夜尿变多，血压忽高忽低，身体就像水桶被不停抽水，终于有一天撑不住。我是李建华，医师内科临床30多年，这些年我看着许多像您我身边的长辈，因为相信天然安全，茶越浓越好，结果血压老是控制不好，肾功能慢慢下滑，还找不到原因。真正的问题不是茶有多神，而是喝法对不对，时机对不对，和药物合不合。朋友们，在影片继续之前，请先帮我一个小忙，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有帮助，请输入1；若觉得没有帮助，请输入0。您的回馈能让我更聚焦在您最需要的健康提醒。我也先给您一个承诺，请一定看到影片最后，我会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教您如何保留喝茶的仪式感，同时避开大多数风险。这不是要您放弃生活的乐趣，而是用更聪明的方式守住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看起来无害，但接下来我们要拆解的，正是让许多人跌进去的3个陷阱。为什么茶越浓越好，天然就无害？利尿等于轻毒秽，害人不浅。我们从最常见的迷思开始说起。在我的诊间里，常常听到长辈们这样说：茶要泡得浓一点才有味道，喝起来才补，茶叶是天然的，怎么可能伤身？甚至有人说喝茶会利尿，把坏东西都排出去，等于每天帮身体洗肾。这些话听起来很合理，却正是最需要澄清的3大迷思。第一个迷思：茶越浓越好。很多人以为茶浓才有效，喝淡茶等于白开水。其实浓茶里的咖啡因、茶碱含量非常高，会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甚至影响睡眠。对于本来就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长辈，这一杯浓茶反而可能变成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个迷思：天然无害。茶叶来自大自然，长辈们常觉得天然的东西一定安全，但我要提醒大家，天然不等于安全。就像河里的水，天然却不能直接喝。茶里的多酚、儿茶素虽然有抗氧化的好处，但同时也可能影响药物代谢。当您正在服用降压药、抗凝血药时，这些天然成分反而会干扰药效，让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第3个迷思：利尿轻毒。不少人喜欢说，喝茶让我一直跑厕所，这样把毒素都排光了。其实利尿过度反而会导致体内钾离子流失，肾脏长期负担加重。更糟的是，夜里频频起床上厕所，不但睡不好，还增加跌倒风险。对于年长者而言，这可不是轻毒，而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威胁。朋友们，这3个迷思就像3道隐形陷阱，让人一步步走进健康的风险之中，却浑然不觉。那么，这些听起来熟悉又合情合理的说法，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医学机制呢？接下来我要带您把真相摊开来看。朋友们，很多人听到我说喝茶会伤身时，第一反应是惊讶，不是茶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好处吗？怎么会变危险呢？
其实问题不在茶本身，而在于浓度、时间与搭配。让我们把医学机制拆开来看，就能理解为什么喝错方式会带来麻烦。首先是咖啡因与茶碱，这些成分能刺激中枢神经，让人精神一振，但同时它们也会让心跳加快、血管收缩，导致血压上升。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长辈，一杯过浓的茶就像是在给心血管加压，长期下来就会影响病情控制。再来是茶多酚、羽儿茶素，这些天然抗氧化物质的确有益处，但它们同时会干扰肝脏代谢药物的酵素。换句话说，当您在服用降压药、抗凝血药或利尿剂时，茶里的成分可能改变药效，要么效果打折扣，要么副作用加倍。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病人明明按时吃药，血压却依旧忽高忽低。最后是利尿作用，茶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肾脏排尿，短期看似清肠利水，但长期下来，钠钾等电解质会不断流失，肾脏也要承受更多负担。对于肾功能本就不佳的长辈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再加上夜里频繁起床上厕所，不仅影响睡眠，还增加跌倒风险，后果往往比想象更严重。您看，这些看似单纯的化学作用，其实每天都在您的茶杯里发生。喝对了，茶能带来舒缓与享受；喝错了，却可能让药物失效、血压失控、肾脏超载。那么，哪些药物和茶的交互作用最值得注意？接下来我要带您看看常见的几种高风险药物为什么不能随便和茶混在一起。朋友们，说到茶与药的交互作用，很多长辈常不以为意，觉得茶只是水嘛，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正是关键所在。茶不是白开水，它含有各种会影响药物吸收与代谢的成分。如果您习惯用茶来送药，或是在吃药前后马上喝茶，往往就等于在稀释甚至破坏药效。最常见的就是降压药，许多病人吃了药却抱怨血压仍然忽高忽低，追问之下才发现他们喜欢一边吃药一边啜饮热茶。茶里的咖啡因与茶多酚会干扰药物吸收，有时候药效就像被打折，结果病情始终控制不好。再来是利尿剂，茶本身就有利尿作用，若与利尿剂同时使用，肾脏等于被双重催促，短期内可能让人频繁跑厕，说长期则会导致钾离子流失、电解质失衡，甚至引发心律不整，这对年长者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警讯。还有抗凝血药物，例如 warfarin、茶多酚会改变药物在肝脏的代谢导，致抗凝血效果忽强忽弱，有人因此出现莫名淤青或出血，也有人因药效降低而增加血栓风险。这些后果不是单靠感觉就能察觉，往往要等到检查数据异常才惊觉。各位朋友，您或家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用茶来送药，或者吃完药马上泡一壶浓茶？如果有，请一定在留言区告诉我，也许您的经验能提醒更多人避免同样的错误。那么，除了临床观察，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数据与专家意见，来告诉我们茶与药物之间究竟有多大的风险。接下来，我要分享医学界的观点与研究结果。在我的行医经验里，关于茶与药的疑问几乎天天出现。为了更清楚掌握风险，我也常与其他专科医师交流。心脏内科与肾脏科的同业几乎一致认为，长期把茶当保健饮品的长辈，若同时在服药，问题绝不能忽视。例如，台北荣总心脏内科的一位资深医师曾分享，他追踪了数百名高血压患者，结果发现
每天都喝浓茶的族群，血压控制达标率比只喝白开水的患者低了将近30%。这不是因为药效不好，而是茶里的成分干扰了药物作用。肾脏科的临床观察也类似，有研究指出，65岁以上长者中，超过70%每天固定喝茶，其中又有60%同时在服用降压药或利尿剂。这群人里电解质不平衡、夜尿频繁的比例明显高于不喝茶的人。医师们甚至形容，这就像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结果车子永远开得不稳。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病人误以为天然安全，所以很少主动告诉医师自己喝茶的习惯。结果医师在调整药物时始终找不到原因，直到深入追问饮食细节，才恍然大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再三提醒，看诊时一定要主动提到日常饮茶的情况。朋友们，当专家的临床数据与研究都指向同一方向，我们就不能再轻忽了。那么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究竟代表着怎样的真实人生？接下来我要带您走进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的病人里，有一位案例让我记忆特别深刻。她是来自台南的林淑华女士，今年72岁。她一辈子勤俭持家，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一定会先吞一颗降压药，然后泡上一壶浓茶，边喝边看电视新闻。对她来说，这就是最安心的日常。起初，她并没有觉得茶带来什么问题，反而常常跟邻居说，喝茶可以清神，还能固肾，我每天都精神百倍。然而，1-2年之后，她开始出现奇怪的状况，白天容易头晕，晚上频繁起夜，血压数字忽高忽低，药效似乎怎么调都调不好。当她来到诊间时，我特别注意到她的生活习惯。当她轻描淡写地说出吃药就配茶，一天至少3大杯，真相立刻浮现。茶里的咖啡因和茶多酚不断干扰她的强压药作用，加上利尿效果，让肾脏额外受累。这些年累积下来，终于让她的肾功能开始下降。我耐心地解释给她听，药物和茶不能这样混着用，就像是厨房里2种看似无害的材料，一旦同时下锅，就会冒出有毒的烟。林女士听完后怔了一下，眼眶里闪着泪光，轻声说：“医师，我真的没想到，陪伴我这么多年的茶，竟然是害我的凶手。”朋友们，林女士的故事不是孤立，而是许多台湾长辈的缩影。我们最熟悉的习惯，往往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危险。那么，除了她之外，还有哪些人更需要提高警觉呢？接下来我要告诉您，高风险族群有哪些？林女士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不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喝茶，有些人本来就站在风险的边缘。如果您或家人属于以下几类人，就必须格外谨慎。第一类，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患者。咖啡因与茶碱会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对这群人来说，茶就像一把双面刃，喝对了或许舒缓，但喝错了可能让血压飙升，药效也被抵消。第二类，正在使用利尿剂或抗凝血药的人，茶本身有利尿作用，与利尿剂叠加会让肾脏超时加班，钾离子流失更快。而茶多酚则可能干扰抗凝血药代谢，让血液忽然太稀、忽然太黏，带来出血或血栓的风险。第三类，肾脏病患者，肾功能本就有限，再加上茶的利尿与电解质失衡，会让肾脏负担加倍。很多病人以为茶能固肾，其实是好心办坏事。第四类，年长体弱或容易脱水的族群，随着年纪增长，口渴感会变得迟钝，加上夜间频繁起床，容易导致跌倒、骨折。
对长辈来说，这种风险往往比茶本身更可怕。朋友们，如果您或家人属于以上任何一类，请务必记住，天然不等于安全，传统不等于正确。每一口看似无害的茶，都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变成隐形的伤害。建议长辈们在改变饮茶习惯之前，务必要先和主治医师或药师讨论，找到最合适的方式。那么，当这样的习惯扩散到整个社会层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公共健康隐忧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台湾的数据与现况。各位朋友，个人的习惯若是错误，会损害个人健康；但当错误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行为，就会演变成公共健康的隐忧。台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长者中有超过70%每天固定喝茶，其中不少人更是1天3泡，从早餐到晚餐都少不了。与此同时，台湾长者平均每天服用的慢性病药物种类从2种到5种不等。换句话说，大部分的银发族几乎都在同时进行喝茶、吃药的组合。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习惯正在悄悄付出代价。根据国健署的报告，台湾65岁以上长者的高血压控制率仅约50%，远低于日本或欧洲先进国家。专家分析，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饮食与生活习惯干扰了药效，其中饮茶文化占了不小比例。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习惯正逐渐往下传递，许多中年人也养成3餐必茶的习惯，甚至把茶当成养生必备。若不及时矫正，未来恐怕会带来更大的医疗支出与家庭负担。朋友们，这不是要您恐慌，而是要我们一起思考，当整个社会都把茶视为保健良方，却忽略了背后的科学证据，会不会等于在替下一代埋下更多隐忧？如果您希望我在未来专门整理一份药物乘食物交互作用清单，帮助大家避开更多陷阱，请在留言区输入想看。那么回到林女士的故事，在她发现茶与药的冲突后，究竟做了什么改变？结果又带来了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她的转折。还记得台南的林淑华女士吗？在我向她解释茶与药物的冲突后，她一开始其实很难接受，她皱着眉说：“医师，我喝茶喝了40多年，怎么可能突然就不能喝？”对她来说，茶不只是饮品，而是一种陪伴与生活的依靠。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决定尝试小改变。首先，把原本的3大杯浓茶减为2杯淡茶，她用同样的茶叶，但缩短浸泡时间，颜色变淡，味道也不再那么苦涩。刚开始她觉得淡得不像茶，心里很不习惯，但几天后，她发现晚上比较容易入睡，起夜次数也减少了。接着，她学会与药物错开时间，女儿每天都会提醒妈先吃药，等1小时再泡茶。刚开始常常忘记，还会抱怨这样很麻烦。但几周后，她逐渐养成习惯，血压数字也慢慢趋于稳定。3个月后回诊时，她笑着对我说：“医师，原来喝淡茶也有味道，而且我现在精神比以前还好。”她的脸上带住一种久违的轻松，好像终于放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朋友们，林女士的转变告诉我们，传统的习惯不是不能保留，而是需要调整方式。当她愿意把茶泡淡一点，与药物错开一点时间，身体就回馈了正面的改善。那么，除了林女士的经验之外，还有哪些具体方法可以帮助您和家人既享受茶香，又避开风险呢？接下来我要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解法，以及3个您今天就能立刻开始的行动。朋友们，听到这里，您也许会问，那我是不是以后完全不能喝茶了？
作为一位行医30多年的老医师，我要强调，茶本身并不是坏东西，问题在于喝法不对。只要调整方式，茶依然能是生活里的好朋友。第一个方法，减量泡淡。很多人习惯茶叶放得厚，时间泡得久，觉得这样才有味道。其实淡茶依然能保留香气，却不会让咖啡因、茶碱一次冲击肾脏与血压。建议每天1杯2杯淡茶即可，避免大壶当水喝。第二个方法，与药物错开时间。茶里的成分可能影响药物吸收，例如降压药、利尿剂、安眠药。如果把茶当开水直接送药，效果可能大打折扣。正确做法是吃药后至少等1小时再饮茶，这个小小的间隔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第三个方法，注意体质与年龄。长辈的肾脏代谢能力已经下降，过量利尿只会增加负担，晚上最好不要喝茶，以免夜尿频繁，影响睡眠。若您本身有心律不整或焦虑，更要选择低咖啡因的茶或花草茶。第四个方法，多样化选择，不一定天天都要喝浓茶，您可以改为温开水、淡汤，或是以决明子茶、薄荷茶等无咖啡因替代，既能解渴，也能减少累积的风险。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3个立刻可以开始的行动。今天就检查茶罐，把最常用的茶具与茶叶换成小分量淡泡法。分享这支影片，让更多长辈知道茶与药物不能乱搭配。明天开始一个小挑战，早上泡淡茶1杯，晚上改喝温水或花草茶，看看身体的回应。朋友们，健康的改变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从这些小小的调整开始。当您愿意改变，身体会给您最真实的回馈。接下来，在最后一个部分，我想总结今天的核心讯息，并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帮助您和家人继续安心享受茶香。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养生茶背后的真相。很多人以为茶越浓越好，喝得多才表示健康。其实这些看似无害的习惯，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拖垮肾脏，干扰药效，甚至影响血压与睡眠。我要提醒大家，传统不等于正确，习惯不等于安全。真正的智慧是在了解科学之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像林淑华女士一样，当她愿意把茶泡淡一点，与药物错开一点时间，身体立刻回馈了改善。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选择。每天的1杯淡茶，也许比3大杯浓茶更能让身体安稳，少一点冲击，多一点平衡，这才是长寿真正的秘诀。我承诺过要送给您一个小秘诀，如果还想保留茶香，不妨选择淡茶，错开用药时间，或是改喝1杯无咖啡因的花草茶。这样不仅能享受熟悉的温暖味道，也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影片分享给最重要的人。或许您的转发就能帮助另一个家庭避免遗憾。最后也要提醒，本影片内容仅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果您正在服药或有慢性病，务必要和医师或营养师讨论，找到最适合您的方式。愿您与家人都能喝得安心，活得开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长命100岁。我们下次再见。